立法院即马当地审查4个大法官被提名前，捌做过律师的尤碧祥，因为牵涉讲叫人做假证，即马有引起争议。伊是强调讲，伊是做好律师的工课。伊讲时间总共等去到18当前，伊嘛共款会安尼先做。因若台湾目前有38死刑犯也未执行，其中有一个提名人蔡彩珍，伊就对外表态，讲伊支持所有案件要赶紧进行。刘焕仪二十针对4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进行询答，加入西南规正的律师尤碧祥加做注意焦点。伊透过地书主动回应外界质疑，讲做司法经过，并无引导做不实陈述，反击前法官洪淑晶12年前无证据支持怀疑，即马煞将怀疑升级确信，来指控伊尤碧祥强调家己尽到律师的责任。我主动向法庭说明。我有事前接触证人，也主动请证人告诉法官他自行笔记访谈内容等等。可以说，我是为了恪尽律师职责而受此不实指控，不仅严重伤害我的名誉，更使我的亲友担心受怕。尤碧祥表示，若会当过来，又愿意做同款的选择，坚持家己的清白。国民党立委安明泰追问，但是有甲蔡总统主动说明。审检的过程里面，我没有跟总统见过面，总统也没有询问过我。所以你也没有主动的说明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教唆伪证的问题，因此完全不需要说明。这位立委观测废死议题，立委罗斯堡公告，民调有88%拍反对废死，目前有38位死刑犯拢申请宪法诉讼。罗斯堡批评大法官调工拖延死刑，为蔡彩珍自负比对废死的立场要求表态，大法官感谢爱加速审理。不要答应，我加速审理，可不可以？我想所有的案件都应该妥速进行，被提名人在审查程序都是不能够发表意见的。你们现在讨论就是晾在那里，知道吗？你们现在大法官是摆烂，对死刑案件是摆烂，所以拖在那里。刘焕仪顶日就反驳法8号条款3读通过后，法界质疑强硬违宪。蔡彩珍认为，限制人民参政权无超过比例原则是稳准的。针对性骚扰争议脱销，性骚扰防治法新诉期只有1年，性平3法修法，方特为优先法案自负比表态支持。佮公告减少行性侵爱建立对身体自主权的认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